震撼消息，你嘅消費模式即將巨變。Visa 公司宣布，i 代理到2026年將直接幫你完成所有購物。呢個唔係未來，已經有數百宗交易成功。投資者要密切關注 ，Visa 正喺 i 商務領域搶佔先機。呢個對佢未來增長係咪巨大機遇？又會帶來咩風險？呢個趨勢將點樣影響 Visa V 嘅股票投資前景？然而，對於短線投資者嚟講，我哋需要留意一個信號。Visa 嘅 RSI 指標目前係63.65，MACD 亦顯示股價處於超賣區。雖然呢個唔代表股價會立即下跌，但對動量投資者嚟講，可能需要謹慎考慮，或者等待更好嘅入場時機。但係，從長期投資角度睇，Visa 展現出強勁嘅吸引力。根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CAPM， 佢嘅實際年化回報率達到 0.18， 遠遠超過市場預期嘅 0.15。呢個數據顯示，Visa 喺風險調整後，為股東帶嚟嘅回報，係超出市場平均水平嘅，證明佢係一個高質素投資選項。Visa 嘅財務表現同樣令人印象深刻，佢嘅收入 EBITDA 同淨利潤都保持住約 0.08 嘅複合年增長率 ，EBITDA 利潤率更長期維持喺近70%嘅高水平。呢啲強勁嘅數字表明，Visa 不單止收入穩定增長，賺錢能力亦非常出色，為持續發展提供堅實基礎。Visa 作為全球電商嘅核心支付渠道，受益於美元走弱嘅趨勢。過去一年，美元指數下跌 8.3%， 意味着 Visa 喺國際市場嘅收入，換算返美元之後價值更高。呢個係一個隱形嘅利好，特別有利於佢廣闊嘅全球業務，進一步提升盈利潛力。更值得留意嘅係，Google Trends 上對 Visa 嘅搜索量同股價之間，呈現出驚人嘅正相關性，相關係數高達 0.691。有趣嘅係，股價變化竟然領先於搜索趨勢，呢個可能暗示，當大眾對 Visa 嘅興趣逐漸升溫時，股價已經率先反映，係一個值得關注嘅市場情緒指標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